馮瑞凡最後真言曝光，痛批馬英九那位先生識喊，我敢說全亞洲台灣最好。香港影壇傳來噩耗，資深喜劇影星馮瑞凡於10月31日在台灣辭世，享壽81歲。這位被無數影迷以牛頭凡親切稱呼的老戲骨，一生橫跨香港與台灣娛樂圈，留下無數經典角色。而在他離世的消息曝光後，外界再度回顧他過去的一場火爆演講，那場他公開唱馬英九有心情表白台灣的發言，如今聽來格外令人唏噓。馮瑞凡在台定居39年，我敢說全亞洲台灣最好。馮瑞凡出生於廣東，早年在香港成名，是上世紀8、90年代喜劇片的代表人物之一。從最佳損友福星高照到精裝追女仔，他塑造的角色總帶着天真又狡黠的幽默。然而，在鏡頭之外，馮瑞凡的心早已落在台灣。他於1986年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份證，長年旅居新北林口。接受訪問時，他曾多次表達對這片土地的喜愛。我對香港沒什麼感情，最喜歡的是台灣的人情味。我敢說，全亞洲今天台灣還是最好。這句話成了他留給台灣的溫柔告白。當時的他語氣篤定，語速不快，但每個字都像刻在記憶裏。一場敢說真話的演講，他批那位先生震撼全場。時間回到2020年，馮瑞凡受邀出席國際民主沙龍午餐會，擔任主講人。那天，他一上台就開宗明義，我常在臉書罵國民黨，我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還找我來講話。台下笑聲四起，但接下來的內容卻讓空氣逐漸凝重。他沒有拐彎抹角，直接批評前總統馬英九那位先生對之前不合法改過的東西都不改回來，只要民進黨反對的事，他就撤回不做。這段發言瞬間引起現場一片譁然，但馮瑞凡語氣平靜，甚至帶着一絲無奈。我不是要罵人，只是想說，做人要有原則，政黨也該有靈魂。他還在演講中寄語當時的黨主席江啟臣，希望你能找回黨魂，不要怕講真話，否則這個黨會慢慢死掉。現場掌聲雷動，許多人說，那天他像是在講政治，也像在講人生。他是直的，朋友眼中的馮瑞凡。業界對馮瑞凡的印象是一位敢說敢笑、亦剛亦柔的前輩。他雖以笑匠聞名，但骨子裏有着知識分子的硬骨氣。熟悉他的朋友透露，他雖然說話直接，但不是為了博眼球，他真的關心這片土地。而他與香港娛樂圈的距離，隨着時間越來越遠。他選擇留在台灣，拍戲教導年輕人參與文化活動，甚至自己剪影片寫評論。有人曾問他為何不回香港，他只是笑着回答：那裏不再是我熟悉的地方，這裏比較像家。他最愛的地方，也成了他最後的歸宿。令人動容的是，馮瑞凡離世的前一天，10月31日，正好是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當天他仍在社群平台發文悼念民族救星、民國英雄，永垂不朽。沒想到數小時後，傳來他在林口辭世的消息。
許多人感慨，他最愛蔣公，也選在蔣公誕辰這天離開，像是命運寫好的劇本。新北市議員蔡淑君也發文追憶，他最愛蔣公，偏偏選在這一天離開。我總覺得這樣的安排，像他會做的事，有點頑皮，有點深情，又很馮道。一生戲如人生，笑裏有淚，真裏有情。回顧馮淬帆的演藝路，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他參演與執導的作品超過100部。許多影迷至今仍記得那句經典台詞：香蕉你個巴樂。而如今，這句玩笑似的台詞，卻成為時代的回聲。他生前說過一句話：演戲是騙人，但做人不能假。或許正是這份真誠，讓他重影半世紀，仍被一代又一代觀眾懷念。他走了，但他的幽默與勇氣留在這片土地。馮淬帆一生跨越兩岸三地的舞台，也跨越了時代的轉折。從港片黃金年代到台灣的溫暖鄉情，他始終用笑容和態度表達一種信念，誠實面對自己。如今，他在最愛的土地上安息。有人說，他的離開像是一場謝幕，但更多人相信，他只是換了個舞台，繼續講着那些大笑的故事。